大家好，我係 Renee。身為廣告公司老闆，今日就等我同大家講下 AI marketing 點樣突破性改變傳統市場推廣做法啦。AI marketing 簡單嚟講，就係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幫助企業更有效嘅推廣產品同服務。咁點樣應用喺日常 marketing 嘅工作上呢？AI 可以幫我哋篩選網紅，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社交媒體數據，品牌可以揾到最能夠代表品牌形象嘅網紅，提升宣傳效果。AI 仲可以自動創作文案，只需要幾個簡單關鍵字，AI 就可以生成吸引嘅廣告文案或者社交媒體 post，幫到公司節省時間同埋成本。而 AI 平面設計工具可以自動生成設計，好似 logo、poster、social post 等等，輕鬆創造品牌視覺內容。AI 仲可以用嚟製作影片，除咗自動剪片，仲可以自動生成影片。AI 會自動配對素材、剪輯、配音，真係省卻咗好多漫長嘅製作過程㗎。我哋仲可以利用 AI 創建數字人主播，一次拍攝就可以快速製造無限穩定視頻，減低拍攝成本。AI 打手可以自動幫你揾到競爭對手嘅客戶，精準發送優惠信息俾佢哋，令佢哋轉投你嘅懷抱。最突破就係 AI 客服利用聊天機器人提供24小時無間斷服務，能夠理解上文下理，人性化解答問題，真係可以請少個 CS 啊！AI 同時令 SEO 更加精準，利用 AI 工具進行關鍵詞分析，揾出相關有潛力嘅關鍵詞，再用 AI 工具生成 blog post，令更多人搜索到你嘅網站。總結嚟講，AI marketing 唔單止可以提升效率，仲可以增加客戶滿意度，低成本生成高質素內容。如果你仲未用 AI marketing 嘅話，快啲趁住呢個機會，俾自己嘅生意一個全新嘅突破。記住揾我傾下啦。